即摆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8月初8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34篇第1节到第8节。撒母耳记上卷28章20节到25节。罗马书15章第1节到第6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信心坚定。有一寡基督徒总是会安尼讲：哎哟，我袂当明白上帝的旨意啊！嘛有人会讲：哎哟，我听袂到上帝的声音啊！当然，牧师认为这拢是因为信心无够坚定。嘛有可能咱读圣经祈祷无够勤，甲上帝关系无够亲密。另外呢，最近非常热门的就是奥运啦吼，这新闻。听见有人因为得到奖牌、赢到比赛，就有一寡教会牧者大放消息啦，放送，讲某人就是因为倒一个人甲捉倒选手才会赢，才会当得到牌啦吼。基本上牧师嘛认为讲这毋是迄个去参加比赛选手信心无坚定啦，颠倒是迄发布这个消息的人想要安尼斗闹热热的，迄种的成功神学的追求者，才是迄种信心无够坚定的人。因需要用别人的成就来肯定家己啦。若亲像讲以色列扫罗王啊，伊也无顺服上帝，拒绝听上帝先知的话啊，所以听袂到上帝的声音啊。结果后来就需要去找迄个红姨啦通灵的，来找已经死去的撒母耳。讲一句俗语话，就是讲早知安尼何必当初时安尼。这种需要别人来肯定家己的做法，其实基本上就是一种信心不足的人啊。撒母耳记上卷28章20节到25节，记载着扫罗的代志。扫罗因为撒母耳的话非常惊吓，随时倒落去，倒甲滴滴滴，规暝规日无食半项，身躯拢无力。迄个红姨行去扫罗遐，看到伊遐尼惊吓，就对伊讲：“你的女婢听你的话，无顾家己的性命，有照你的要求去做。但请你听女婢的话，允准我款淡薄物件互你食，你才有气力来上路。”扫罗拒绝，讲：“我毋食。”毋过，伊的仆人甲红姨甲伊好喙苦劝，伊才听因的话，对涂骹起来，坐伫面床。红姨赶紧牵厝内迄只肥牛仔去抬，搁炒面粉，烘无夹饼，摆伫扫罗甲伊的仆人的面前，因就食。迄暝，因就起身倒去。基督徒需要明白上帝的旨意，需要追求上帝所欢喜的代志。上时，咱必须爱伫厝边的中间来得到好名声，因为就亲像新的诫命甲咱讲，若是咱会通彼此相听，众人就要安尼知咱是主的学生。迄互厝边来学乐是非常重要的啦因为保罗嘛伫罗马书15章第1节到第6节来甲罗马教会基督徒安尼来教导讲，就求厝边的欢喜啦咱这信心坚强的人，应该爱甲信心软弱的人斗打同打。毋通求互家己欢喜，咱逐个人着求互厝边欢喜，互因得到利益，通建立信心。因为基督无求互家己欢喜，
反倒当亲像圣经所记载，侮辱你的人，侮辱拢归伫我。早前所写的，拢是为着要假使咱来写的，互咱对忍耐甲圣经的安慰来得到望。愿赐忍耐甲安慰的上帝，互恁当心智学习基督耶稣的模样，通当心当声荣耀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爸上帝。对基督徒的咱来讲，咱千万毋通袂记住，毋通安尼一直咧求人的欢喜，毋通只有咧追求家己的成就，因为咱的终极的目标是咧追求永神益人呐。诗篇34篇第1节到第8节，感谢上主的保护，我要不时称赞上主。我的嘴要常常学乐伊，我的心要夸口上主。困苦的人听见嘛会欢喜，得甲我称赞上主最大，做伙尊重伊的名。我求叫上主伊有应我，救我脱离一切的惊吓。仰望伊的人面有光彩，心快乐。因永远袂抵到见笑失望。善车人求救，上主有听见，救伊脱离一切的艰难。上主会使者伫敬畏伊的人的四围扎营，救因脱出困境。亲身体验就知上主真好，找伊做避难所的人真有福气。恳求主帮助阮会当分清楚信仰性命的目标，是咧追求上帝欢喜，不只是追求人的成就甲欢喜。互阮有坚定的信心，明白主的旨意，了解主所欢喜的，就是着爱甲主的公义三角行，来迎神益人。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